首到齊來今季5歲由伍鵬志轉倉到隨雨石馬房評分由82下調至57，上仗於沙田3班1200米草地大敗後，今仗降4班於沙田增程至1400米草地出戰，改配毛顯東負133磅出戰。該區於8檔出閘起步後順利於內欄領前位置，以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，仍以2個身位領先。在最後200米一度領先下力抗一定超和徑沙塵，最後在好地至快地時間1比21.70及末段24.06以第5名過終點。在全日草地正常至偏快步速下，該場以快標準時間快9線，比另一場4班1400米快6線，更比另一場3班1400米快1線。這情況下，此區在前置跑法下已有如此表現，頗為出色。賽後報告，毛顯東表示，該區於早段取得領先後過於搶口，儘管他努力約束坐騎，以令坐騎以可持續更久的步速領放，但賽事步速仍較標準時間為快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5歲澳洲馬於澳門來港後開始適應，質素不錯之馬，相信評分開始觸底反彈，相信在跑同程預約組或轉場到谷草後有一定增勝能力。預覽更值得留意，如果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，請訂閱並推薦一下，多謝。都係生生地咁，但係一樣能夠掟得對手贏。勁沙塵就跑第2，第3名呢，海船幸運，第4名係好急嘅隻馬金鑽精靈啊！好啦，馬如其名一定超，睇佢啲實力咧都死板留唔住噶啦，終於打開呢個勝利之門先。勁沙塵跑過第2名，海船幸運第3，金鑽精靈跑過第4，都係輕鬆取勝啊！呢隻一定超入到直路都有啲閃嘅，蝕到暈啊！